葵芳廣場客滿停飲茶。港鐵葵芳站尾出口出站後左手邊斜對面係好着中心，搭電梯上一層入好着中心，上一層後轉左向前行，經天橋入葵芳廣場，入廣場後向前行2-3分鐘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1點59分，茶錢非搭台區10蚊，搭台區8蚊，早茶點心小點19蚊，中點22蚊，大點26蚊，特點30蚊，頂點34蚊。下午茶2點至4點，茶錢同早茶一樣，大中小點一律20蚊，特點32蚊，頂點36蚊。早茶點心19蚊起，孖寶30蚊起。早茶招牌蝦餃王2件，潮州蒸粉果2件24蚊，蝦餃皮有啲厚，蝦肉爽口，味道可以。潮州粉果餡料冇乜味。特惠孖寶30蚊，皮蛋瘦肉粥，粥料都多，不過粥底好稀，麻麻。芫茜牛肉腸味道 OK， 可惜唔夠熱。下午茶點心13蚊起，孖寶35蚊，燒味粉麵飯32蚊起，湯粉麵35蚊起，粉麵飯65蚊起，大中小點一律20蚊，特點32蚊，頂點36蚊。下午茶燒腩飯32蚊，燒腩皮脆有肉味，味道正常，飯底熱啲會好啲。下午茶孖寶35蚊，京式小籠包，小籠包完全冇湯汁，一般。家鄉蒸釀豆腐，豆腐上面放咗3粒鯪魚球，豆腐幾滑，鯪魚球味道 OK。早茶埋單81蚊，下午茶埋單96蚊。